猶太人一直認為西牆係敬拜、祈禱嘅神聖中心。你可以感受到虔誠嘅猶太人數千年嚟一直對上帝嘅信念同埋委身。對有信仰嘅猶太人嚟講，佢哋相信西牆係顯現上帝真實嘅地方，西牆就係神同在嘅證據。猶太人嘅傳統呢度就係列祖亞伯拉罕獻兒子以撒嘅摩利亞山。聖經記載有兩座聖殿喺呢度曾經屹立數百年。聖殿雖然被毀，但猶太人深信呢度依然係上帝國度再次降臨嘅地方。根據猶太正統嘅祈禱方式，猶太信徒可以24小時喺西牆附近祈禱，佢哋滿懷敬虔，彎腰屈膝，身體左搖右擺祈禱。路加福音19章，耶穌話俾門徒聽：我要告訴你們，若是他們閉口不說，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。呢啲石頭今日要話俾我哋知呢個地方嘅乜嘢信息呢？就係上帝嘅愛、憐憫、應許。你所睇到嘅唔係古代猶太聖殿本身嘅牆，按照耶穌嘅預言，聖殿已經被公元70年嘅羅馬軍團徹底嘅燒毀。而家睇到嘅係圍繞聖殿平台本身嘅護土牆。希律王建造呢啲嘅護土牆，係增加耶路撒冷聖殿嘅規模性、宏偉性、活動性。呢個大規模嘅工程需要成千上萬嘅奴隸、工人、工匠，仲要用幾百部嘅泥頭車、幾十部嘅推土機，將山頂擴大到18個足球場大小嘅平原。為咗將泥土保存得好，佢喺山頂周圍建造大量嘅護土牆。而家睇到嘅就係護土牆嘅西面部分。1967年6日戰爭之後，考古學家開始喺呢度發掘，佢哋發現好多同聖經有關嘅寶藏，包括好多護土牆嘅遺跡、西牆隧道等等。數千年嚟，呢度一直係猶太人敬虔祈禱嘅據點。而家佢哋會喺呢度慶祝唔同嘅活動，例如猶太小孩子嘅成人禮、軍事儀式、猶太人節目。拉比會喺呢度祝福群眾，無論係任何嘅國家民族都可以嚟到呢度一齊領受上帝嘅賜福。信徒喺西牆時，佢哋會將祈禱嘅小字條攝喺石罅入邊。衷心歡迎你嚟到西牆，去體驗屬靈嘅活力，把握上帝所賜嘅福氣。多謝你嘅收睇，願神賜福俾你。多謝你嘅收睇。如果你想睇呢個視頻嘅完整版，或者想了解更多嘅信息，你可以點擊以下嘅網址。